本人持續收到嚟自離島舊城區，特別係路環啦、黑沙、九澳村民嘅反應啦，而家嘅電力設施已經係遠遠未能夠滿足現代生活嘅需要。面對現今社會，譬如係冷氣、電腦、洗衣機、熱水爐、電磁爐等高功率電器嘅普及使用，導致到電力不足，經常會出現跳掣嘅情況。呢啲情況唔單止會影響到日常生活嘅質量，更加會存在安全嘅隱患。但係由於各種嘅歷史原因，離島區有部分嘅物業申請加大用電功率嘅時候，往往唔受理，未能夠解決嗰個電力不足嘅問題。本人口頭質詢想探討嘅內容並非土地沙紙契嘅問題，而係站喺優化村屋居民生活條件嘅角度。佢哋喺呢啲嘅村屋住咗幾十年，經歷咗幾代人，有住悠久嘅歷史。而水電供應係基本嘅生活所需，亦都係涉及到公共安全。希望政府能夠以居民生活、消除公共安全隱患為首嘅考量，為有需要嘅住戶推出臨時性嘅措施，以優化佢哋嘅水電供應。根據現行嘅法令同埋供電供水專營合同嘅規定，物業所有人如果需要加大供電功率或者申請供水服務，都必須提供符合法律規定嘅業權文件俾有關嘅專營公司審核。對於未取得土地使用權嘅離島舊城區村屋，基於歷史嘅原因，同時亦都考慮到居民嘅生活需要，特區政府喺尊重歷史嘅同時，亦都因應實際嘅情況作咗審慎嘅處理。其中喺相關嘅樓宇或者建築物嘅體積或者狀況不變嘅情況之下，讓離島舊城區村屋原居民可以繼續居住。喺水電供應方面，特區政府持續確保有關嘅樓宇喺原有基本水電供應正常，供電量可以滿足一般嚟講係兩房一廳住宅嘅日常用電需要。剛才司長回覆講話，而家嗰個水電供應基本上能夠滿足居民嘅需要啦，但係呢個情況同實際嘅存在住一個比較大嘅落差。之後我都想請求司長能唔能夠，當然最好嘅你可以落去親身去了解一下，透過其他嘅相關嘅部門能夠落到去現場去了解居民嘅實際情況。其實頭先阿梁淑儀議員都講得好清楚嘅，呢度唔係想任何去探討嗰個沙紙契嘅問題。我哋而家立足現在，為我哋居民將來嘅一個生活上面嘅改善去思考，只係一個基本生活嘅基準嘅一種嘅提升。如果從呢個角度去出發，包括咗我哋現在已經係消失咗㗎啦，應該以我所知仲有零星少數幾個仲有嘅合同喺度嘅，係2.3，即係10M 嘅啫。澳門點解仲有呢啲嘢？因為呢啲係過去式，係歷史上面嘅嘢。因為社會嘅用電嘅標準或者嘅生活標準提升咗，呢啲就會消失嘅。所以而家最低叫3.4，我哋應該要為咗未來嗰個生活基準嘅提升，要做一個準備。A 區我哋嘅公屋、長者公寓呢兩個咁樣嘅設施，新嘅設施，佢哋現在嘅基本嘅設計個標準已經係20.7 kVA。咁即係話正正都表明咗，政府都認為，哪怕係我哋一啲社屋或者我哋嘅長者公寓，佢哋用電量都未必會大。但係我哋都係已經係叫做設計咗呢個基準去俾佢哋。咁但係相對於我哋而家講緊嘅呢啲喺我哋離島裏面嘅居民，唔係話維持住繼續係佢20年、30年、40年前一種生活嘅水平，而係按照現時嘅基準，純粹係一個嘅技術基準嘅一個提升。我哋喺審慎之餘，能唔能夠一啲從創新啲嘅思考上面去考慮，從一個技術基準嘅提升上面，去探索、去處理呢一個需求嘅問題呢？我喺呢度在司向我作出承諾嘅，我哋一定會研究，我哋理解居民嘅需求，但係希望議員們、社會亦都理解政府嘅難處，就話，如果我哋開咗一啲先例，令到一啲唔合法嘅個案可以
去同樣去申請嘅話呢，就個局面就會比較難控制。所以我哋會探討睇一睇點樣梳理好嗰個條件，令到希望改善居住條件嘅使用者可以得到一個更好嘅服務。呢個我諗我哋會盡力去研究。